孩子是流動的生命，如同太極資源無始無終。從太極的角度看，兒童身體發展並非機械的肌肉增長，而是氣與形的動態平衡。初生嬰兒純粹自然，如同太極之無極，蘊含無限潛能。隨住成長，他們從翻身、爬行到站立行走，每一個動作都使身體在探索世界，尋找自身的陰陽平衡。鬆與緊、動與靜、開與解。太極強調以柔克剛，兒童的柔韌性與可塑性正是其優勢。過早的專項化訓練，例如過早進行抄寫、不停灌輸知識，如同強行破壞自然的圓弧，可能阻礙其身體氣血流通，造成身體偏頗。我們應尊重孩子獨特的發展節奏，引導他們在遊戲與模仿中自然地舒展肢體，培養立身中正的姿態。這不僅鍛了機體，更在潛移默化中培養了孩子的專注與情緒控制能力，達到身心合一的和諧狀態。這就是太極給我們關於孩子成長的啟示。順應自然，方能生生不息。